济部绿能推动中心前副执行长陈玉玲是牵涉收乌西钱200万，建议透早去互北检升压禁见。代替张一个旅客伫咧车厢内底讲电话收大声，这车长甲苦劝唔听，佮讲骂，落尾去放车落车唔甲载。以色列的军队帮加沙南部一间病院横改，尚无20个人死亡，包含5个记者，警方怀疑讲是以色列要控制媒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经济部绿能推动中心是标备案，前副执行长陈玉玲是牵涉收乌西钱200万，也去透早去互北检升压禁见。这个少年的副执行长陈玉玲今年才34岁，不过伊是有交陪过真侪政界、商界人士，经历嘛真丰富。2015年的时阵，就加入民进党的智库；2018年28岁的时阵，就做绿能推动中心的副执行长，甚至佮兼做台船宽海的董事。今年接台电电的总经理，因为伊的经历牵涉真侪国营的企业，就去互怀疑讲这贪污的范围影响会搁较宽，就要严格甲查。穿朴色的衫甲底裤，互法警对新信息传出来，伊是前经济部绿能科技产业推动中心副执行长陈玉玲。25暗时，互检警调查，做伙调查，阁有陈玉玲的爸母、甲台电的高层前副总经理肖胜任、副总兼执行长柯国良等人，即马全部涉入疑似收乌西备案。检警25暗时分22路大动作敲催。面对媒体，陈玉玲无讲话，伊伫信后按照贪污治罪条例升压禁见。根据检方的调查，陈玉玲疑似伫任职期间向台电施压，惊后尾房讨贵电用量，协助业者开绿能公司，收压榨钱共200万。另外，同为建设董事长陈建生，一个后生陈冠涛犯嫌重大，也升压禁见。另外，其他涉案的人，风电能源的总经理以1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风电能源25发布重大消息，表示全力配合调查。他年纪轻轻的，主要是有政务委员啊，无姓的政务员在后面罩着哈，所以我们希望减掉的，就是除恶务尽。只要涉贪，只要涉及舞弊，不论蓝绿，不论是谁，都要严办。陈玉玲政商关系真好，2015年就加入民进党的智库，过当年转任行政院能源甲检察办公室的主任。2018年洪召起，人讲是立化风电重大投资案的高一个管道的力推中心。伊才28岁就做副执行长，过当年阁接台船宽海的董事，今年初阁接由经济部主导绿电、白电变台的台电电首任总经理。总统一再表达他的立场，任何涉入司法的案件，不分党派，也不问何人，只要有司法侦办的相关证据，他的立场都支持依法严惩，勿枉勿纵。经济部涉入备案，呼应立场是同款，表示对非法的事件绝对追查到底，强力阻挡。原来经济部是表示尊重司法的调查，若需要会配合侦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前一阵是风声讲罢免选举结束了后，内阁对改组，但行政院长邓英泰总算是亲嘴表示，部长加上处长超过5个人有调动。除了这执政团队，国民党嘛确定讲10月要改选党主席。声势上介好的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表态讲伊无要选，即阵这立委罗志强就宣布讲伊要竞选，答应讲若是伊选掉了后，就要定调罗秀燕来选总统。各界持续关心内阁改组的幅度，行政院长邓英泰日头一届讲到，变动名单会超过5个人，佮讲相关的人选还佮伫定选，会赶紧向国人说明。如果是从部长加次长的话，我认为人数超过5人。超过5人，有可能超过10人以上吗？数字不代表一切啦。国安不在我们现在所谓内阁的名单当中，那是府方在处理。传出总统赖清德嘛开始调整民进党立法党团运作模式，8月开始每礼拜3的高层会议扩大调开，纳入党团7个头人，互人讲目的就是要让总调郭建明放鞭权。总统扩大高层会议是希望柯总召释权吗？总统柯总召是不是应该要下台交棒？立营有检讨声音。看哪赢，台中市长罗秀燕表态无参选了后，立委罗志强日来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要竞选党主席。答应当选主席了后，会定调罗秀燕选总统，并支持罗秀燕接任党主席。我当选主席，将在2026年完成县市长选举的任务之后，在3个月内
我会以党主席的身份征召卢秀燕参选中。卢秀燕透早主持市政会议，听到相关的询问，笑笑的无讲话嘛无回应。国民党主席伫10月要进行改选，目前已经表态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可能人选，除了罗致强以外，也包含前立委陈立文、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中华前馆长杜碧元，以及中常委孙建平。记者采访报道。也若代替当时发生讲，有一个旅客伫咧车厢内底讲电话伤过大声，列车长已经到场，甲伊口劝啊，伊佫毋听，甚至佫讲骂。落尾是依照规定代替甲伊请落车，毋甲载。其实毋若是火车，也佫包含拄宣布要实施宁静车厢的高铁，也佫有捷运拢共款。若是这乘客扰乱特殊共骚扰，人拢会当莫甲你载，而且你佫会罚单。查某人因为用手机讲电话收大声，互列车长制止真不满，讲话声音愈来愈大。我不是懂那么啰里啰嗦的法律，你比我还懂哎！铁路警察、列车长，不要碰到我，我没有碰你哦。代志发生伫25早起9点外，代替111车次的自强号列车顶悬55岁细腻的查某人，因为人甲口劝无爱听过一直骂，互列车长是当场解除运送客约。细腻的查某人落尾伫台中火车头，互警方请落车，过方照社会罚1万块以下。因持手机通话音量过大，经列车长制止，仍不听劝，处谩骂。经列车长解除运送契约，警方到场协处。该男子配合警方于台中站下车，因为它会影响到其他旅客的安宁嘛，以及是影响到通行的动线，这些我们就会给他劝导。不听劝阻的，我们就可以跟他解除运送契约。高铁进前宣布讲，对9月2日开始推出安静车厢，规定敲电话爱到车门口，听音乐、看影片拢爱挂耳机，开讲爱较细声，若一直口控拢无爱听到的拒绝甲载。同款是轨道运输的代替含捷运，伫运送客用含旅客的司机内面，虽然无明定电子产品的使用规范，但有强调袂当骚扰别人，讲袂听到会当拒绝甲载。那如果劝导无效的话，我们依旅客须知第23条第1项第3款的规定，扰乱他人行为来处理，也就是拒绝运送。会希望吧，对，所以就或者是设计一种车厢，是有需要讲话的人可以去搭那种车厢。民众表示支持相关规定和做法，中捷公司是强调讲，捷运列车和双 T 无共，并无列车吊伫车顶在地。如果若发现有无守规矩的事件，拢会当直接通报保全，也是站务人员，相关人员拢会随来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美国总统 Trump 甲南韩的总统李在明昨头一届办峰会，伫咧美国白宫见面。这李在明是一直俄罗 Trump， 望这 Trump 会当继续推动南北韩的和平。也若是 Trump 表示，今年有可能会搁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见面。美国总统川普25伫白宫办公室甲来访的南韩总统李在明头一届会面。李在明伫会谈一日开始，就俄罗川普甲办公室定性请结甲正水，展现出美国的尊严。嘛，俄罗川普一直解决全球的冲突，是和平缔造者。유럽, 아시아, 아프리카, 중동 뭐 여러 곳에서의 전쟁들이 이제는 트럼프 대통령님의 역할로 휴전하고 평화가 찾아오고 있습니다. 李在明进一步表达对两韩和平的愿望。川普是讲，伊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真好。佮讲2019年甲金正恩伫板门店见面的过程，嘛按算今年佮再甲金正恩见面。Will you meet him this year or maybe next year? Well, I'm meeting a lot of people. I mean, it's hard to say that, but I'd like to meet him this year. 李在明去美国的同一天，派由南韩前国会议长朴炳锡带队的代表团去中国访问，甲中国外长王毅见面，并转告李在明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批函，邀请参加今年10月伫南韩庆州举办的 APEC 峰会。川普25嘛表示有意伫今年去中国访问，不过放掉若是中国无强硬企图吸近予美国，会对中国的商品扣200%的关税。If they don't give us magnets, then we have to charge them 200% tariff or something, you know. 川普甲李在明嘛，针对韩美集体安全甲自尊业这个议题密切合作，表达乐观的态度。不过，川普有意得到南韩美军基地的土地所有权，当时嘛暗示对南韩15%的关税可能会维持现状，不过嘛无看伊重新谈判。
李在明访回了后表示，无烦恼家己会面临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月伫北京的困境，因为伊已经甲川普的著作交易的艺术读正熟，了解川普伊的谈判技巧。到伫两个人访会同时，南韩商界嘛达成协议，南韩企业会伫美国投资1500亿美金，大韩航空会购买103台波音飞机。川普伫甲李在明会谈前，伫社群媒体大文暗示南韩将对前总统尹锡悦进行政治清洗甲革命，不过事后8回是5回。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2月是宣布讲，要甲因联准会成员库克来开除，因为伊牵涉讲申请厝的贷款的时阵提供假资料。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头一届总统用失职做理由，甲联准会理事解职。不过，嘛有不少人认为讲，这是白宫暗想要控制联准会 ，Trump 想要安插家己的人入去。川普2月暗时，甲伊予联邦准备理事会理事丽莎·库克的批公开宣布，甲伊洗头路马上生效。理由是库克伫2021年申请2条房贷的时，伫密西根甲乔治亚州的文件顶面，讲2个拢是伊主要大的所在，涉嫌互金融机构误会，得到较好的贷款条件。川普讲库克的行为欺骗，而且可能违法，之前就已经放掉讲要甲和解。What she did was bad, so I'll fire her if she doesn't resign. 川普讲要甲伊洗头路的理由来自家己的朋友，联邦大房金融局长交予司法部的刑事案件。不过，贷款发生伫库克就任联准会理事进前，也搁咧调查当中。库克已经表示，袂互川普欺负来落台，会认真看待债务历史的问题。2月搁再声明家己被洗头路，这案法律战可能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上尾判决出来进前，库克有关会当继续做伊的头路。库克是2022年由迄阵的总统拜登任命的头一位非裔女性联准会理事。联准会法规定，理事会当因为一寡原因互洗头路，包含任内的失职，也是行为有问题。进前的美国总统为着尊重联准会独立性，拢毋捌用这个权力。原来川普一直想要干涉联准会货币政策，要求马上降利息来刺激经济。真侪届拢针对联准会主席鲍尼爱伊落台。外界烦恼讲，甲库克洗头路真可能是川普进一步要安排家己的人，重做联准会一个征兆。消息一出来，美金变弱，美债息率率落。专家警告，若准联准会红看作是政治工具，会影响到全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治理的信心。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以色列军队继续咧碰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间病院去互碰2解，上无20个人死亡，这当中是有包含5个记者。以色列有关是强调讲，伊毋是调工针对记者，不过嘛有分析认为讲，以色列是暗想要透过这款方式来控制媒体，封锁消息传播。甲殉职的记者的遗体入内，家属是哭甲真悲痛。以色列的军队2月搁一摆针对加沙开始攻击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纳赛尔病院，轰崩2摆。第一摆崩了，医护人员和记者紧急过去救人，但无想到义军技术针对救援和报道的人员，搁崩第2摆。前后2摆炮击是造成至少20个人死亡，其中有5个和外国通讯社媒体合作的巴勒斯坦的记者，分别是路透社的特约记者马苏里、美联社自由写稿人达加、半岛电视台前主播萨拉玛、独立记者塔哈、英国伦敦新闻网中东之间记者辞职。كل يوم بنودع شهيد من الصحفيين لكن هنكمل هذا الطريق اخترناه وهنكمل فيه رسالتهم مش هتقف 对这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讲，当在做调查，而且强调空袭行动，敢若针对武装分子和军事基础设施，未针对一般的民众和记者。对以下冲突发生了后开始，在加沙殉职的记者的人数约200个人。拍拼促进新闻自由的领导机构 CPJ 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讲，过去2天在加沙殉职的记者人数超过进前3天全球罹难的记者人数。这摆攻击嘛引起国际谴责的声音。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认为讲，以下冲突造成医护人员和记者在做工课的时阵面对极端风险，要求随永久停火。法国总统马克宏、英国外交大臣拉米拢表达大条件和谴责。
有分析家认为讲，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毋若是靠无人机、战车和空袭，还有秘密部队会针对巴勒斯坦的记者，甲因归类做极端组织哈马斯的分子，照这甲攻击行动合法化，嘛控制媒体文字影片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嘛谴责这摆的攻击行动，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来应对。公司新闻电视同编译。中国宣布要伫咧西藏起水坝，完工了后，就是全球上大的水力发电设施，预计是10年会起好。不过，这个计划是引起印度、孟加拉一寡国家惊吓。咱来看地图，这条水蓝色的雅鲁藏布江，就是到时阵中国要运用的水力。这条雅鲁藏布江是水头对中国西藏一路流向这印度内。水坝是风声讲，就是要起伫咧这个密托关，这是会造成什么问题？来讲互大家听。这第一，就是这个边境土地本身就有主权争议；第二是这水坝若对这炸落，恐惊就影响到水尾印度民众的水源、农地土壤营养分和沿路的生态。上较重要的就是这印度惊讲中国会利用这控制水源来做武器，甲威胁。所以讲今年5月的时阵，印度嘛决定讲要家己起水坝，不过这附近的原住民就烦恼讲，因的生活嘛去受到冲击。石头顶面红色的字写无爱水坝，无爱砍渣。印度阿洛拉查邦的佩永村居民烦恼，印度水坝计划会甲肥的产地抢走，影响因做事甲讨摊。ऐसे कोतल गैस का ये भी पड़ता है, नाशपाती भी करता है, सब चीज करता है। उसी से हम लोग उसी का गैस का निकालने वाला का सामान से हम लोग बिक्री करके बस्ता उस्ता को पड़ता है, हम लोग उसी से खाता है, इसलिए दाम बढ़ने नहीं देगा। 真济落巴族人强调，小安河毋若是水源，也是因文化甲文明的汇落。水坝若起好，会毁掉代代相传的地地。 सिर्फ हमारा कल्चर से नहीं, हमारे संस्कृति से नहीं, हमारे सभ्यता से भी वो जुड़ा हुआ है सिविलाइजेशन से, क्योंकि हमारा पुरको ये सियांग नदी के किनारे ये खेती करके वो बना के दिया है। 因为中国伫西藏启动超级水坝的工程，印度烦恼水尾可换水利用可能会大减少到85%，所以赶紧推动起上石安水坝，会当欠水来应付可换，也会当防止熊熊做大水。新德里当局烦恼讲，这个举动会互讲家己有部分印度、阿洛拉十邦主权的中国，把水的控制权加做武器。专家分析，中国推动超级水坝，毋但是为着传统的发电，也是为着满足人工智慧甲数据中心真大的能源需求。 China needs huger and huger amounts of energy. To take one issue that's been hugely in the news recently, but people don't always associate with water,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t to make AI work, you need massive data farms, which need massive amounts of electricity to go into them. 专家指出，中国甲印度无水资源共享的协议，若无跨境的合作，双方可还时烧钱起水坝的情形会加重区域的紧张，南亚可能会面对新型的水战风险。公司新闻第一人编译。 去做美容已经是真时尚的代志，亲像红红店铺、美国银铺拢真受欢迎。不过，即阵却传出讲有这调停使用的仪器甲探头是仿的，是对中国走私来的。警方是已经查到20多间病院用到这款走私货，而且阁有一寡犯罪集团是甲人客私底下约伫咧饭店，无医生牌就咧做疗程。这警方已经抓到12个人。 几落批货物用电脑零件报关为中国输入台湾，不过海关接到情报资料，内底物件无单纯。拆开看，拢是医美用品，用伫红红店铺加美国银铺。警方发现业者无得到许可，非法走私来台。自112年开始，从中国大陆非法进口未经核准的医疗器材后，租借给多家医美诊所。 无论仪器还是雷射头，相关医美产品伫台湾拢有指定的代理商。所有犯罪集团涉嫌引进病俗品，也都是俗称的水货，甚至无排除牵涉到恐怖。侵款期待达到10亿，比市价更加俗，转卖予至少20外间诊所，也有连锁品牌。他们会私自破解、篡改他们的晶片，原本有使用次数限制的这些。 医美、探头、耗材等变成可以重复使用。非法用材除了留去诊所，不法集团嘛变地下医美，有医美人员伫网络招人客，约伫饭店，无医师执照就违法的使用。卖讲产品本身可能有问题，警方嘛查出嫌犯偷改设计，互用一届的雷射头会当回冲无限使用。
凤凰电波它只能够打900发，可是破解版也许可以打个9000发甚至10000发以上。最差的状况可能就是我们做完之后它没什么效果。那在不稳定能量状况下，我们可能脸部会造成烫伤，或者甚至我们对颜面神经它会有伤害。警方调查专案继续人客去搜证，即届掠到12个人到案，破解犯罪集团，依照依书法、商标法、诈欺等罪嫌移送。下一步要查清楚真相是不是原来知影。记者采访报道。后礼拜六旧历7月15中元，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有挖进9成企业会办普渡。民俗老师就讲，咱台湾人咧拜好兄弟会遐尼认真，甲当初时的移民历史有关系。咱来听看卖。旧历7月，鬼门开，除了民众会传祭品、普渡拜拜，即马也有真侪企业也会拜拜求业绩保平安。人力银行做调查发现，有6社个企业讲旧历7月业绩无啥物差，毋过有2社歌感觉业绩变好，亲像超商、大卖场就讲即阵是大过，生意真好。也有1成的企业怨叹讲即马生意真歹，亲像房市、车市、婚宴市场，一个月当咧大小过。卖厝的啦，还是卖车的，可能会受到这影响。颠倒是这种大卖场、便利商店会开出这种拍临时工的课，所以这种用人的需求可能有法度到这中秋节拢是保持这个真好的这个情形。人力银行调查也发现，有9成的企业会办中元普渡的仪式。民俗老师指出，台湾人拜好兄弟拜甲遮尼骨力，和台湾的移民文化有关系。当初时，咱的祖先来到台湾真无简单，经过乌水沟、漳泉烧台、风台水灾死伤严重，而且有真侪人拢是罗汉脚啊，无人拜，落尾才有拜好兄弟的传统。移民早期的时阵呢，为了要开发台湾这片土地，咱的先民呢付出相当的性命代价啊，真侪人牺牲，所以呢，咱来普渡超度这为了开发台湾牺牲的这先民，所以呢，台湾的普渡会遮尔啊风行呢，是因为这个因素。林茂贤老师也讲，台湾人和外国人对抬鬼的方式真无同。一般伫国外，伫咧西游几啊济即天放鬼放啊比鬼更加恐怖，想要惊走的是真正的鬼。不过伫咧台湾，中元普渡看重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互相，讲的是一种慈悲和宁静味。拜祖先也就算拜好兄弟，认为咱若对好兄弟好，伊就袂甲咱害，颠倒会甲咱保庇。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伫咧香港海洋公园出世的一对相生的鸟翕是满一岁啊！因的照顾员嘛常常咧分享因过做的模样，去互朋友合作鸟翕老爸。咱做伙来看。倒伫石头顶面的鸟翕，那像咧向大家小借问。香港海洋公园去年迎接头一对伫在地出世的鸟翕，而且是相生啊！阿姊叫做嘎嘎，小弟叫做丢丢。15拄好是因一回生日，陪因伫开放园区咧佚佗的教护员梁家伦，伊也是助理馆长。看因拄出世，敢若100多公克，即马已經超過30公斤重，心內是真感動。I've seen them starting to crawl around, walk around. Even like when they started to explore their habitat, we see them trying to climb up on the tree, explore their habitat, and kind of learning in the same time, from their mom, from each other, trying to reach the new, new height or new area. It's really touching to see them growing up. 梁家伦讲，这对鸟翕姐弟已经开始模仿老母气质啊，但是因也无法度消化固体食物，所以也是逐工泡牛奶互因啉。伊对照顾的过程发现，阿姊家家较避暑，介意家己一个人；小弟丢丢较活泼，介意甲同伴佮有人互动。梁家伦常常甲鸟翕的日常翕做影片，放伫 IG 甲人分享。想袂到去因125000名迷众甲伊追随，伊也因为安尼，互人叫做是鸟翕阿爹。So I started with geriatric pandas, Anand and Jaja, and I also had my chance to take care of Ying Ying and Lola over the years, and now we have cubs, so we have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they're like a part of my family. 乔某的梁家伦挂一副乌青的目镜，其实敢若37岁，不过伊已经有15年照顾鸟翕的经验。即马伊爱共时间照顾香港海洋公园内底6只无共世代的鸟翕。梁家伦希望借社群媒体分享鸟翕的故事，也甲保育要长种的野生动物这款的理念传播，互更较侪人知影。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